我係黃浩光牧師，今日嘅經文係民數記第8章。民數記由第6章到第8章都係講到奉獻嘅。第6章咧講到人可以自願將自己奉獻俾神，分別為聖咧做個拿細耳人。第7章就講12支派奉獻好多個禮物俾個神。我哋留意佢哋嗰啲禮物咧，對會幕都係有實際嘅功用嘅，好似奉獻公牛同埋咧牛車，可以用嚟搬運帳幕。整個會幕都係由物質造成嘅，而呢啲物質咧係要由人民咧去奉獻出嚟。咁教會亦都係一樣。今日我哋奉獻俾個神咧，係愛主同埋敬拜主嘅一個表現。但奉獻嘅嘢咧係可以用喺教會嗰度嘅。教會每一位信徒都應該負起供應物質方面嗰個責任嘅。第8章咧就係利未人嘅奉獻禮啦，但前頭有一段咧先係講點燈嘅條例。聖所裏面嘅金燈台係由一塊金錘出嚟嘅，形狀好似有7條枝子嘅樹，象徵神賜生命嘅能力。燈台咧就係代表基督，上面有7盞油燈擺放嘅時候要向燈台前面發光嘅，使到光可以照射陳設餅桌。7盞燈上面嘅油代表聖靈，按屬靈嘅意義嚟講表明聖靈係照耀住基督，因為聖靈係要榮耀基督嘅。陳設餅上面係有12塊餅，係代表以色列12個支派。當金燈台嘅光照射住呢12塊餅咧，就代表神嘅子民要活喺神嘅臉光之中，享受神嘅賜福。我哋基督徒嘅生命亦都係一樣，我哋需要聖靈嘅光照，加上神話語嘅餵養，使到我哋活喺神嘅恩福之中。咁接住落去就講利未人啦，就係除咗亞倫嘅後裔做祭司之外咧，其餘嘅利未人咧就係前面2章提及嘅3大家族嘅子孫啦。佢哋由25歲開始學習侍奉，正式侍奉咧就係30歲到50歲，呢段時間就係壯年，因為佢哋做好多粗重嘅工作，好似搬運會幕、宰殺祭牲等等，都要用好大嘅體力。50歲退休之後咧，就只係做顧問或者監督，同埋咧從旁協助嗰啲後生噶啦。佢哋侍奉之前咧，必須先要潔淨，而潔淨咧係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由第2個人將除罪水灑喺佢哋身上，呢個係預表基督嘅血咧洗淨人嘅罪。另一方面就係自己做嘅，就係用剃刀刮全身，同埋洗衣服潔淨自己。所以除咗神潔淨我哋之外咧，我哋自己亦都要負責任嘅。日常生活一啲罪惡嘅嘢，好似毛髮一樣咧，係我哋自己嘅一部分，需要剃咗佢，清除佢。又好似衣服一樣咧，係咁貼近身體我哋自己嘅，所以一定要將一啲唔好嘅嗜好咧、情慾等等嘅嘢咧嘅罪咧除去嘅。另外咧，利未人要獻贖罪祭同埋燔祭，先能夠蒙神悅納。我哋能夠侍奉係因為基督已經咧替我哋贖咗罪噶啦。第3咧，利未人要奉獻自己，透過搖祭同埋按手禮。按手禮就係表示佢哋係代表以色列人嘅長子嚟服侍神嘅。搖祭就係比喻式嘅講法，因為喺平安祭裏面有搖祭，將祭牲搖一搖之後咧，祭牲就歸祭司噶啦。照樣咧，利未人透過搖祭，佢哋就歸俾祭司，成為祭司嘅助手。利未人係預表教會嘅執事或者教會嘅領袖或者一啲小組長咁樣嚟協助傳道人同埋牧師咧嘅一個工作嘅。好，我哋祈禱，主啊，多謝你有第8章呢幅圖畫，教我哋活喺聖靈嘅光照之中，以及知道利未人嘅角色就係協助祭司嘅，正如我哋協助牧師一樣。求你教我點樣去負起呢方面嘅責任，同埋咧我都要潔淨自己嘅。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